是水，啥物是高尚？对，我今日就知啊。看过来，看过来，带你来看这。你唔通来笑出来啦！这较早阮阿嬷因兜就是安尼哈。普通啊，普通。物件唔是干那食落就好啊。爱一片一片，到底是安怎创？完了，你手唔是嘛足油诶。对啊，我手油的啊。你讲头因妈妈咧做迄粿啊，粿啊，对啊，安尼都好诶啊。妈妈迄伊讲的，唔是我讲的。哎呦，我惊到，我哪雄雄提珠啊！哎呦，哦，我真正雄雄拢开始加认真起来啊。对啊。这名嘛是，互了较本土就对，一位叫做文官的，这是恁某的名嘛。来烤伊个胡萝卜啦，食的摕来看，看的变做一个艺术，安尼伊就无共款的价值啦。物件毋是干那食落就好啊，精神的生活是真重要。伊个城市其实是一个足有故事的一个所在，啊有足侪趣味的物件会藏伫巷仔内底，行来有这种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啦。用温柔的心、重新去实在这个城市。想做讲家己是一朵花，我这朵花我踮在这个所在，我会舒适无？为圆的开始练，为有发变甲无发，亲像讲你对于甲砖骹，你有啥物件你就甲剪来用。有光的所在，有暗的所在，有亮有白。大自然予咱的光线，咱是上水上光。伊敢搁甲刷过来一点啊？你感觉长度会愈来愈长。好，我摕到恁的大只，咱即马开始哦。开始哦。目睭慢捏哦，你看浸水了也变色。这钱伫我的坑落去后啊，阮的头啊就被拉落来了。你看你这个直接放下，应该全部都是。哇，这样你真困难嘞。阮两个人是要了你学这哦。上重要就是爱对目睭看的物件爱有兴趣。你嘛用好啊？我嘛用好啊，但是我目睭可能我食淡薄叶黄素。萨库拉萨。对，就是这，哦，就淡乱来感觉。你嘞花？到底是花哥还是花哥还是飞哥啊？加落去哦。哇，食花的人。哇，有够脆，还佫有够香呢。这种物件真正爱伫巷仔内底才看。巷仔内底较看。哇，你真正是巷仔来的。